寻我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欢迎来到那个迦南教会来敬拜神。我们现在请一起站立，我们以这首诗歌来赞美神。一起来拍手。神的子民，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转变，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的子民何以聚集？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是的，耶稣你现在就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哈利路亚！依山倒海信息，坚定不断升起，记得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神迹，谢谢。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赞美献给你在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谢谢主，你的圣灵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命里形成一道水流，恩典永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敬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
头再来一次。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请弟兄来赞美。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谢谢你，圣灵形成一道水流，永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谢谢你，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再一次呼求。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是的，圣灵的江河，在我的里面，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赐下话语，并且用慈爱的圣手来扶持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心要紧紧跟随你，因为你是唯一的真神，唯有信靠你，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救赎。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此生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生命，你炼净我生命。主耶稣，我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从心的灵。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
温柔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只声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显明，你炼净我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主耶稣，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主耶稣，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得力。主耶稣，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使我得安息。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必重新得力。感谢主再一次聚集我们到这里，你的众儿女同心合意的来敬拜，是要当归给神，你的荣耀全都归给你。恳求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会中，启示我们一切的真理，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你，遇见你，盼望在此刻对你火热的心，至终如今日一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恭祷。首先我们做感恩认罪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阿们。首先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然后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再来悔改认罪。我们的赞美是神儿女嘴唇所出的果子，赞美会带来能力，会带走忧伤。感谢是我们做神儿女的应当要献上的，是要荣耀给神的。按这样子来行，必能看见上帝的救恩。那赦免呢，就是我们祈求神赦免我们，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来见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邀请圣灵与我们一起来敬拜。万膝都要向你跪拜，万口都要向你承认你是主，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主啊，谢谢你过去一个礼拜保守公义，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感谢赞美主，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耶和华你本为善，凡呼求你的，你必应允他。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赦免我们，也让我们有悔改的心愿意来归向你。主，谢谢你，谢谢你。坐在宝座上的至高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扬声欢呼歌颂你，我们击鼓跳舞来赞美你。我们用赞美邀请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用赞美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与重担，用赞美来回应你的呼召与恩典。主啊，你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拥有是因为你的恩典与赏赐，我们失去是因为你要赐下更好的给我们。我们处顺境是因为你的慈爱怜悯，我们处逆境是因为你要赐给我们能力勇气去面对。所以我们相信一切我们所需用的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因为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因此我们要谦卑来认罪，因为我们是无用的罪人，我们带着披麻蒙灰的心悔改来归向你，求主怜悯，求主来饶恕，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脱离罪恶的捆绑与辖制，好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得着完全的自由。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接下来做医治释放的祷告。我们先来读这段经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们的粮，与你们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好，接下来我们为着我们的身心灵来祷告求主医治我们。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受伤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疼痛的地方，想要被神医治的地方。我经常在思考，在圣经里面新约来寻求耶稣医治的人，没有一个被拒绝的，都完全被医治。所以我们相信过去可以，现在也可以，这是信心的功课，我们可以一起来操练，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求神来让我们有能力去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我们不可否认，有时候饶恕跟医治它是有关系的。所以在罗马书12章18节说，若是能行，总是要尽力与众人和好。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饶恕人的人。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奉靠主你的名，拒绝一切的撒旦来的谎言，恳求天父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以及复活的大能，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罪与死亡，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以至于我们有勇气去饶恕与人和好，成为能够祝福别人生命的子民。也恳求主怜悯我们当中病痛有软弱的，坚固他们的信心，恢复他们心里的盼望，在等候中加倍的来赞美你，求主来医治他们身上的疾病，释放他们的身心灵得自由，见证你的大能，成为宣扬福音你的勇士，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子民。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创造人类、赏赐气息的主，你说若是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相信你创造人类，并且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子，岂不更应该相信你？你有医治的大能呢？主啊，求你来医治凡带着信心来求告你的人，除去他们心中一切的忧虑、伤心、害怕。在疾病、疼痛、孤单的时候，让他们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耶稣也在天上为你代求。神不会忘记你，因为神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主说：我却不忘记你。感谢天父，也愿我们的心得着安慰，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里得到饱足，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常常为他们祷告，修复我们的关系，让我们经历饶恕别人、释放自己得自由的喜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主日守望的祷告。我们来读这段经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感谢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一同为牧者长子团队及本周的各项服务来守望祷告。再来为着新竹大专及大竹教会的事工经费与同工，求主预备，求主保守、供应与带领。第二，为着本主日的社区关怀咨询，还有志工成长训练、阿嘎培领袖小组，以及本周的小会、青年的牧区的定期会，求神来保守。也为着第4区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带领每位组员及家人的信仰坚定，神的话喂养，灵命可以成长。也求主保守组员们出入都平安，有刚强壮胆，如鹰展翅高飞。再来为他们的组员的身心灵健康，求主来保守，医治他们的疾病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好，这4项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今天所有服事的同工，我们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手边所做的事工，也为他们献上一切，愿意甘心乐意来摆上。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的主日，这主日是主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求主帮助我们放下属世一切的重担，单单的来敬拜服侍你。你说当敬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也诚心诚意的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因为你的名是配得颂赞的。安静我们的心来朝见你，领受属神的祝福与恩典。我们同心合意在主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同心合意，我们这时候为着新竹大专的事工来祷告，求主帮助牧师、干部、同工有智慧能力，在一切事工的推动上有果效，透过每个团契来建造属神的生命，供应所需用一切的经费都充足，吸引更多的同工来参与服事，帮助所有的事工能够成长。也为着本周许多的活动，有健康咨询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社区的朋友来参与，透过活动来认识教会、认识神。也为着本周的阿嘎培领袖小组下午1点半的志工训练，以及青年的领袖会，还有本周6的小会，都能够顺利的来进行。我们为着第4区的弟兄姐妹及组长来祷告，求主带领组员们及家人有坚定的信仰，生命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永远不动摇，灵命成长不断，也靠着主能够刚强壮胆的心，去面对生活一切的挑战，
保守组员的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病痛得到完全的医治，平安喜乐充满他们。求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报告。感谢大竹教会的陈思阳牧师啊，本周来讲到募款啊，同时为了建堂所需要的一切啊，然后我们在1楼教会49号1楼，我们有义卖哦，欢迎大家礼拜结束之后呢，可以到49号，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大竹教会的建堂。好。本主日为新竹大专纪念主日，好，邀请弟兄姐妹好一样好代祷奉献。好，那我刚刚忘记哈，我们还是代表教会来谢谢陈牧师，好，谢谢谢谢。好，5月5日有第3次的圣礼典，好，那我们小会员是8点要在501有召开556次的小会。然后有报名受洗的，请于礼拜6的晚上8点到501室要问道理。好，下主日即将进入5月份的服事哈，所以请有服事的同工注意你的服事时间跟日期。再来教会60周年的特刊，好，我们有今天是最后一天哈，如果有什么宝贵的意见的。可以找教育部的组员，将你的意见可以跟他们说哈。那我们有一个问卷表在 LINE 里面都有，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找小组长拿哈。我们欢迎多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让我们这个60周年的特刊能够做到最好。再来今天5月5号的乒乓瘦肉桌已经宣传很多哈，感谢神，我们的报名已经截止，而且也额满了哈。感谢天父，盼望我们今天这5月5号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有影片吗？好，没有影片哈。好，再来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在49号有。迦南教会的健康咨询活动，那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都有在49号有做这个健康咨询活动，欢迎这社区的朋友，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宣传哈。那也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志工的服务。再来2024年的迦南阿嘎贝品格夏令营已经开始了，我们有招募同工。那营会的时间是7月8号到7月12号，然后欢迎大家来报名。报名的连结在上面有哈，我可以找那个儿童牧区的那个苏成长老，好。再来社区事工报告，我们在5月1号礼拜3，10点半到12点有松大的讲座，题目是跨世代的亲密关系，讲师是都敬贤老师。好，这是线上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再来，就今天的下午哈，在这边我们有举行那个志工训练，好，那就是报名也是已经截止的哈，然后盼望我们这个活动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等一下我们礼拜结束的时候呢，收椅子就是前面这2排，前面这不是这个。两区，2区不要收那其他的我们把它收起来，因为等一下这边要使用好，那请那个值日的执事提醒一下。再来，2024年第1期的生日助学金
以及受奖的名单已经公布在那个周报的第7页。那请于5月12号主日礼拜中来参加主日我们当天要颁奖。在5月16号礼拜4的早上10点到下午的3点，竹中妇女部在桃园教会有举行人才训练妇女查经营，报名每人200块，那请姐妹踊跃来参加。那要参加的向处语长老来报名缴费。在第10组的吴琼元老师他4月1号到6月28号，在桃园市的税务局有举办个人的个展《行走诗意》。那欢迎弟兄姐妹有空到那边来支持、关心来参与。在第16小组于佳琪姐妹的女儿张怡静姐妹，在5月3号的礼拜5晚上的7点，在桃园文化局参与第39届的西门国小毕业音乐的演奏，那也欢迎兄姐一起来参加。好，那有2个来宾那谢谢。好，第一个是那个侯兰英那我们起立，我们大家欢迎他好，欢迎，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是那个雅琴姐介绍的好，请坐。再来是刘怡宁姐妹，刘宁，好，欢迎你，欢迎，拜拜。好，请坐。他是那个中立村介绍的好，谢谢。好，我们来读这段的金句我们读2次一起来。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申命记13章4节，再一次。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申命记12章13章第4节。好，奉献，我们现在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我们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练就这一层付出，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因就这一层付出，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爱我们。主啊，你是尊贵的神，我们赞美你，恳求主按照你美好的旨意为我们开路，顺服上帝你的旨意，有爱心，有同心合一的心。谢谢主。现在我们献上金钱、时间、才能为主所用，请主悦纳。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阿门。好，请坐。好，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40节。那我念一段，各位来念一段哈。26节，有主的一个天使告诉腓利，你动身向南走，到那条从耶路撒冷通往迦萨的路上去，这条路已经荒废了。腓利就动身前往。在途中，他遇见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这个人是一位高级官员，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经营财务。他守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归途中，他坐在自己的马车上，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过去靠近那车子走。”腓利跑过去，听见太监正在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回答：“除非有人开导，我怎能明白呢？”于是他邀请腓利上车，跟他坐在一起。他所诵读的那一段经文是：他像一只被牵去屠宰的羊，像一只在剪毛人手下的羔羊，默默无声。同样，他也一言不发。他忍受羞辱，没有人替他主持正义，也没有人能指出他的世系，因为他在世上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太监问腓利：“请指教我，先知这段话是指着谁说的？是指他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腓利就开口，从这一段经文开始，向他讲解关于耶稣的福音。他们经过一个地方，路旁有水。太监说：“这里有水，我不就可以在这里接受洗礼吗？”有些古卷，好，你如果真心相信，就可以接受洗礼。他回答：“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太监就吩咐停车，腓利跟他一同下到水里，为他施行洗礼。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把腓利带走，太监就不再看见他了。他继续赶路，满心快乐。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一带地方，在各村镇宣讲福音，直到他来到凯撒利亚。好，以上哈。这时候我们请陈世阳牧师，陈世阳牧师是大族教会的牧师哈，我们请他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甘愿让上主带领。甘愿让上主带领。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在这里一起敬拜，然后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也分享大主教会的建堂的事工让我们知道神借着大主教会要将福音传递在大主这个地区那很感谢神我们也得到迦南教会许多的帮助有弟兄姐妹的支持特别是我们教会的互助社能够让我们来借贷帮助我们在经费上面的不足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来建堂那感谢神。那在讲道之前分享之前，牧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你确定吗？好，不然你就不会来了嘛，哈。OK， 你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你有没有领受过神的呼召？好，这个问题就比较严肃了哦。那你对神的呼召，你都甘愿让神来带领你的，有没有？都甘愿，哇，感谢主。等一下我们会再问一次，我们都甘愿吗？其实我们今天要从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腓利他如何让神来带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经历神你的呼召。主，你让我们在各个地方能够有机会来传扬福音，也让我们能够去学习爱人。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借着腓利他的生命的经验，也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呼召当中，甘愿让上主来带领我们。愿神你的心意来显明在我们当中，愿神你的话语能够来帮助我们得到好的思考。谢谢你，祷告靠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腓利的行动来去思想，来去体验神的带领。那我先讲一下背景。今天读的这个《使徒行传》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然后呢，我们看见犹太人开始在破坏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迫害从耶路撒冷开始。那在这个迫害的时候呢，很多跟随耶稣的人开始遭受这些迫害，然后呢，有的人还留在那边，有的人都开始怎么样往外走了。那其中这个腓利，他就是回到他的故乡撒玛利亚。可是他回到撒玛利亚之后，他仍旧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传福音。为什么？这是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所领受的，他接受了这个信仰，他知道耶稣是他的救主，他知道他要去传耶稣的福音。但是在耶路撒冷是被迫害的情况下，他要去做这个服事这个工作是很难的，所以他就被迫回到这个撒玛利亚。可是他到了撒玛利亚之后呢，他继续在坚持他要做的事情，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可是有一天，神对这个腓利有一个呼召，神借着使者来告诉腓利说：“你要去，你要做什么？”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腓利他生命的经验，也来用牧师自己的领受来回应今天的这个分享。那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的经验是这样子：从我开始跟随的那个时刻，我就要开始经历上主丰盛，而且要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经历那如果你愿意，你甘愿让上帝来带领你那我们看见神的带领非常的特别，有几个部分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当你愿意让上主来带领你的时候，神会在带领你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会有清楚的指示。那就今天的经文当中，牧师把它取2节，一起来看神怎么样清楚的指示。我们来读26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有主的一个天使告诉腓利，你动身向南走，到那条从耶路撒冷通往加萨的路上去，这条路已经荒废了。好，神的使者告诉腓利说，你要往哪里去？往南。有没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神在带领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而且知道去哪里，有没有地点？牧师都帮我们作弊了我都把那个用不同颜色在加萨的路上加萨的路上，如果我们对最近发生的新闻我们不会陌生就是以色列怎么样在打的那个跟哈马斯在打的那个点，就是在加萨。好，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呢，这都让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地点然后呢，那个地方是这一个荒废的地方。好，牧师要问一个问题了：如果你是腓利，
现在神的使者告诉你说，你要向南走，去到一个这个地方叫做加萨的路上。然后呢，这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这条路已经怎么样？荒废了。请问你会去的举手。我们刚才不是说我甘愿让上主带领吗？神的呼召我怎么样？一定去嘛，不质疑，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腓利，你会去吗？你会去吗？好难，对不对？神啊，你要带领我，至少要去一个比较，可能知名度比较有的啊，比如耶路撒冷的圣殿啊，或者是哪里啊，对不对？去到一条路的路上，而且那个地方是荒废的。光是这一个部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开始质疑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看见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会超过我们的想法、感受。神要让你去经历我的带领，必须要这个过程，你才有感觉。所以你会去吗？可能我们都会质疑。那腓利有没有去？有没有去？好，经文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对。那我们看29节。腓利他去了，然后2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圣灵对腓利说：“你过去靠近那车子走。”有没有方向？靠近一个方向，开始往那个方向靠近。然后呢，靠近哪里？车子。所以神非常清楚的在指引腓利要去的地方，要去的方向，还有要做的事情。那腓利没有质疑，他就去了，我们看见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神呼召我的时候，要去哪里，要去往什么方向，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常常都是怎么样？哎呦，神啊！哎呦，神啊！我们好多的质疑，对不对？牧师也是一样，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不是神要我去的？我在毕业的时候，然后神学院毕业就好像当兵一样。所以我们就会抽签，那我们那一年抽签很特别，我们那一年抽签就好像真的像当兵一样，我们那一年有1支金门的签，2支澎湖的签，感觉就像我那时候在当兵抽签一样。好，那我就抽到了这一个我很高兴了哈，因为我抽到我自己的宗会，我本身是新竹宗会泰安教会这个长大的孩子。所以我抽到我自己的宗会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高兴。那可是呢，我却派到一个教会，叫做大主教会。我竟然没有听过这个教会的名字哈。那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大主教会是一个在开拓的教会。那我还没有结婚，我就单身一个，然后要到这个教会，我心里面想说神啊，是吗？我才刚要牧会呢，我就要去开拓，然后呢，我又没有助手，我就一个人。它是一个感觉上像是一个这个加萨路上的什么荒废的地方，对不对？你要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开拓？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神也让我在学习，我是不是真的甘愿让上主来带领？的确。当我愿意摆上的时候，我才开始经历。所以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人非常的少，有时候礼拜只有个位数。那教会里面只有1个会司琴。如果那一个司琴有来，我们那一次的礼拜怎么样？就唱诗歌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有司琴，唱起来就很好听，也很好唱。可是那个司琴呢没有来怎么办？就是牧师下去司琴，但是我不是本科的，我只能用很简单的，不像我们的司琴老师一样我只能够很简单的。那我就发现，在做礼拜的时候，我就常常下去上来下去上来，我就觉得这样也很麻烦，对不对？后来我就想到说，那不然如果司琴的没来，我们就清唱好了。我才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做礼拜清唱也是怎么样？也是很棒，也是很好听的。因为诗歌，我们唱的诗歌都写得非常的
好听，对不对？所以唱起来也都很好听。好，那这个是我刚刚教会的这个情况，那是一个开拓型的教会。那这个是旧的礼拜堂，就是我刚去的这个礼拜堂啊。那其实它的点非常的漂亮，这个也是在一个路口的这个台语叫做沙嘎汤啊，就是三角街，就是街角这个地方啊，哈，对，那所以它很显眼啊，其实不错啊，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有看到什么？哎，我们眼睛很厉害，几根？3根，这个礼拜堂空间不大啊，大概30平啊，大概这样子。可是问题不在于这个大小，是在中间有3根柱子。那牧师讲道都有一个习惯，我都很喜欢问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跟大家互动，就像刚才一样啊。可是我每次在讲道，我在问问题，我都觉得像谁？在跟柱子，他们会不会回答我？所以我就觉得，哎，讲到起来就觉得总是跟这3根柱子讲话就会觉得这种感受不是很好。那我有时候会发现说，弟兄姐妹他们有来做礼拜啊，可是我这样看下去，怎么突然间变成人很少这样子？结果就走过去一看，原来怎么样？有人躲在柱子后面。我心里面在想说，你就来做礼拜了，你还要躲在柱子后面？所以知道之后呢，牧师就有一个习惯，我讲到的时候呢，我都会怎样？走过来看一下，我告诉你，我在注意你哦，你不要打瞌睡哦，不要滑手机哦。不过20年前没有手机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礼拜堂的硬体的部分，它的确在礼拜上面是蛮不适合的，那后来感谢神，那神的带领，我们继续的在顺服当中来让神来带领我们去领受神这样的一个带领的过程。那后来到了2年之后，教会的人数已经达到可以升格堂会，所以我们第3年，牧师去的第3年就要升格堂会。可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礼拜堂，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礼拜堂是一个长老，台北的一个长老，来到大主这里就买了那个房子，新的。那他想说，这里都没有教会，所以他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希望我的新的这个建筑物这个房子可以来当教会，所以刚好南港教会他们在设教100年的时候，想要在大主这个地方开拓所以就结合上我们没有自己礼拜堂，所以之后我们就跟这个长老来这个商量所以我们之后把这一个礼拜堂买下来礼拜堂买下来这个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我留着以后来再跟大家分享我会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好，那这个是神的带领，让我很清楚知道有一个方向，有一个要去的地方，而且虽然我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当我愿意接受神的呼召，甘愿让神带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经历神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带领好，那神的带领除了有清楚的指示之外，神的带领也会有一个非常准确精准的掌权。所以对神而言，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事情会发生。只要我们愿意顺服，这些都会怎么样？都会出现，都会出现。好，那牧师把今天的经文，对不起，把它整理一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腓利跟太监的对话。黄色的是动作，蓝色的是腓利讲的话，这个粉红色的是太监讲的话。那我们先来看动作。动作，腓利就跑过去，听见这个太监正在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腓利就说什么？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那太监说什么？除非有人开导，我怎能明白呢？好，我们有没有人向人传福音的经验？有。我们有没有人向人分享圣经的经验、经文的经验？那我要问，
当你在跟人分享的时候，你明白你所传的吗？你认识耶稣吗？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你跟人分享经文的时候，你真的知道经文它的意义吗？它的意思是什么吗？这我们从腓利身上也在学习这个部分哈。所以他要去向这一个太监啊来跟他分享的时候呢，他首先他要自己都能够明白啊。那我们看见动作哈，下一个动作就是他就上了他的车哦，然后跟他坐在一起。好，他读了什么？以赛亚的什么书呢？就是以赛亚53章。好，53章。那我们再读一次，好，增加我们的印象。好，我们再读一次，请。他像一只被牵去屠宰的羊，像一只在剪毛人手下的羔羊，默默无声。同样，他也一言不发。他忍受耻辱，没有人替他主持正义，也没有人能指出他的世系，因为他在世上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好，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太监说：“请指教我，先知这段话是指着谁说的？是指他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看经文里面所写的，这一个要被屠宰的这个羊是指谁？是指谁？你怎么知道是耶稣？这个是旧约，对不对？以赛亚书是旧约，你怎么知道要被屠宰的那个羊是耶稣？为什么？你们怎么会知道？因为你们都有读圣经，对不对？有没有？你们有读圣经？有吗？吼，圣经有没有说？有没有说？有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对不起，我按错了。好，我们看那个动作，腓利就开口，从这一段经文开始向他讲解关于谁？耶稣的福音，有没有？哦，那我们就不用再怕了，可以大声说，他就指向谁？就是指向耶稣。好，他就是指向耶稣。好，那牧师带我们大家看这一段，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来看那个。所谓神的带领是精准的。我们看见神让腓利来到这个地方，他要将福音传给太监。太监这时候在读的经文是哪一段？以赛亚书53章。如果太监他现在读的不是这段经文，是其他的经文，你觉得腓利要将耶稣传给太监容不容易？不容易耶。不容易。可是，当腓利来到当中的时候，太监就在看以赛亚书53章，而以赛亚书53章指的就是谁？那个要被屠宰的羊就是耶稣。所以，因为他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不明白，他想要明白，刚好腓利也不是刚好，神就差派腓利来把这个明白来告诉他，让他能够明白。我们再看神在带领的时候。时间要做的事情都是非常精准的，台语叫做没怕嘎劳，没有一样是失落的，都是非常精准的。当你愿意让神带领的时候，神要让你经历的，要让你得着的，都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有神的时刻，有神要你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安排里面，包括接下来看到的哦。那他们就经过一个地方，路旁有水，然后呢，太监就说：“这里有水，我不就可以在这里接受洗礼吗？”你知道，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你要遇到水是怎么样？是很少的。可是就在神的安排里面，他们去到的那个地方，刚好他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这个救恩福音，就在那个地方有水。他就在那里洗礼，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看见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谁在掌权？是神在掌权。所以我们让神来带领的时候，神都在掌权我们要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是会失误的，都是非常精准的。这也是牧师在牧会当中的经验。那我们在这个升格堂会之后，那我刚才有说过，那个礼拜堂不是很适合那个建筑物不是很适合，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在一次的祷告会当中，我们就得到一个意向有一个意向就是我们要建堂，所以我们就为这样的一个意向祷告了3年，在2008年，然后这个和会里面接纳。那接纳之后呢，我们又继续祷告，然后呢，在2009年的时候，把旧的那个建筑物那个礼拜堂卖掉，然后我们就要去买新的。在2010年的时候，这当中我们就是找了很多的地方，然后你知道你喜欢的地很多都是怎么样，都很贵，对不对？那你不喜欢的，对不对？那反而是价格比较，或者说你喜欢的地很多都是怎么样不愿意卖的，但是你不喜欢的地很多都怎么样，都希望你能够买。所以我们去找了很多，在大主地方找了很多的地，但是都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可是有一天，我们一个执事他在路上走路，他就看到路旁有一张那个宣传单，他就拿起来看，有在卖地的讯息，有一块地这样子，然后他就拿给牧师，那牧师就看了之后就说好啊，那我们就去找这一个仲介，因为这是透过仲介，然后就跟他谈。哇，大主的地在10几年前1坪就大概要18万起跳，18万起跳。我们去过大主吗？有去过，如果要去大园会经过大主。好，那我们就决议要跟他跟对方来谈，透过这个仲介。可是有一次的祷告会，我们一个长老他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他有听到一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跟他讲说，这一块地我要让你们14.5万，1坪14.5万可以买到。那这个长老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去领受说，那这如果是从神来的声音，我们就选择相信，而且我们就按照这样去进行。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决议，我们要买这一块地，就是最高就是14.5，多1块钱，我们就怎么样，就不买了。好，那我们就开始谈了。谈的时候就到仲介公司去谈嘛，那仲介公司他们也会把我们分开，把我们分开在2个不同的空间，然后仲介就是跑过来跑过去，从18开始讲，然后呢16一直讲到最后怎么样，15万。我们很期待14.5，对不对？马上成交，15万。他跟仲介讲说，如果少1块，我们就不卖了。我们这边说什么？多1块，我们就不买了。坚持从1点多坚持到5点，我们就是僵在那边啊，没关系，我们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不急，神会有精准的带领。那我们就等到了5点多的时候，给你们猜有没有成交？有吗？少1块就不卖，多1块就不买，有成交吗？你们怎么那么有信心啊？因为牧师说，你刚才说上帝的带领都怎么样？是精准的，告诉大家成交了。会数学的都知道，对得起来吗？14.5跟15对得起来吗？对不起啊，那怎么成交？对，仲介他们有他们的方法，他坚持到5点多，仲介也受不了了。好了啦，本来他们想要多赚1点啦，但是到最后他知道说太硬了，少1块不卖，多1块不买，太硬了，坚持到5点，他受不了了。他说好，当你们成交这样子，他成交的方式就是仲介他在卖房子或是卖地，都会双边都会抽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佣金啊，佣金 commission 嘛哈，佣金，所以他就收我们这边的，不收他们那边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15，意思就是说中介自己吸收掉了啦，让他15能够卖出，我们14.5买到。哇！我在这件事情真的是在经历神的带领。如果你很确信这是神的声音，是神的带领，那就会很精准，就会很精准，是神的时刻，不是我们的时刻。如果按照牧师的性格，有可能怎么样？可能不要到5点，可能还不到5点，我就会说什么样？我们走了，我们走了。但是感谢神啊，神让我耐得住这样子，就坚持。我知道神会成就，那就真的就买到了这一块地。这一块地大概有112坪。好，那买的时候呢，旁边都没有房子。那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块地，而且地点非常好，它就在四线道，大主这个地区的四线道。然后我买的时候是这个还没有，旁边都还没有盖。但是我说过，神都有神他的时间，所以我们买了之后呢，本来就想赶快能够盖，结果我们这样子一等又等了差不多10年，之后才开始动工。当我们动工的时候，旁边大楼怎么样？已经盖起来了，这个另外一边也开始在盖了，那这就是我们在等候神，我们在学习神的时间的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时间，而且是对我们最有利、最有帮助的时间。好，那这就是大主在买这一块地的经验。好，继续让我们来想第3个，神在带领的过程当中，神都会有一个非常丰富的预备。他要成就任何一件事情，神都会帮我们预备，而且你会发现那个预备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个丰富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一些条件都会是怎样？是最好的条件。好，那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看见27节跟28节有说到，腓利就起身，就开始去进行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一起来读27节跟2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腓利就动身前往，在途中，他遇见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这个人是一位高级官员，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经管财务。他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归途中，他坐在自己的马车上，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好，我们看见这个是伊索比亚太监。圣经对他的描写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来认识他。第一个，这个太监是一个被信任的人，我们看见他是在女王甘大基的手下当什么？管理财务。管理财务，如果以国家来讲，就是国家里面的哪一个官员？财政部长，对不对？大不大？财政部长是不是总统最信任的人？一定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太监也是甘大基这个女王她最信任的人。这一个人，神要让他接受福音，神已经开始在做预备。那第二个，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敬拜上主的人，他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可是他喜爱犹太人所信的这一位神，所以他跟着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喜爱敬拜神的人，神要他来接受福音，得着这个救恩。那第3个，他是一个信仰非常有热忱，而且很渴慕真理的人。好，牧师继续再问一个问题：今天做完礼拜之后，你回去会把今天做礼拜当中的经文再拿出来读的有没有？有，是因为小组吗？我刚才上一场说，他们说因为小组，是因为小组吗？如果不是小组的话，你会再拿起来读的有没有？有吗？好难哦。我们看这个太监他去耶路撒冷做礼拜，他要回去他的国家，他住的地方。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做什么？读神的话语。我觉得这不简单。他渴慕神的话语，
他渴慕真理，他有这样的热忱，想要多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看见神就是预备这一个人要来领受福音，神都有非常好的一个预备。那我们看见这一个人，他对得救这件事情他是确据的。那长老教会对受洗这件事情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受洗之前，我们有没有上慕道班的课程？有没有？然后我们要这个受洗的前一天或是当天会有一个问道，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有一些教派比较特别，他们第一天，你是第一天来到教会，你是第一天，而且对这个信仰是完全陌生的，你第一天来，他就要怎么样？帮你洗礼。结果很多，你问他说：“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洗礼？你有什么感动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呢。”我就去，他们就怎么样？就问我要不要洗礼，然后我也搞不清楚，就说好，然后就洗礼了。我们看见这个太监，他要接受这个福音，要洗礼，他不是不明白，他是真的明白，真的明白，再去做的事情才有意义。如果你不明白，你就做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你要明白，你才去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太监，在和本里面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有读到腓利就对他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他说什么？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没有非常清楚知道这个真理？有没有明白？有，他在接受这个洗礼。所以我们看见神要腓利把福音传给这个太监的时候，神已经为他来预备了，为他在这一个要领受福音当中预备最好的条件，最丰盛的条件，让福音传给他，他就领受了。这个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有执意要把福音传给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在为他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怎么样？开始在预备了，让他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最适合的条件下，当你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就会领受。也许他不是马上就接受，或是马上就有一个很好的回应，可是他已经开始在领受这个福音，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愿让神来带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都会有非常好的预备。大主教会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那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当建筑师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非常喜欢，但是会不会成就？神会不会成就？就看你有没有对神有没有足够的信心，你愿不愿意相信神是丰盛的预备？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新的要盖的礼拜堂，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有看到什么？几个十字架？哪两个？上面一个，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对不对？从那个最上面这样子下来两个。牧师告诉我们，总共有3只十字架，3个十字架，有看到吗？在哪里？黄色的，我们有看到黄色的吗？好。所以有3只十字架，这是这个建筑师很特别的设计，让这个十字架能够在这个建筑物当中能够显明，非常的显明。好，那我们在2020年4月12号那一天是复活节，我们在那一天来开工礼拜。那在同年的10月23日开始开挖，这当中又隔了半年。那牧师只要开始有什么不同的行程动作的时候，牧师都会过去拍照，所以我一定会放我的影像在上面。可是我要让大家看的不是看那个不是重点，我要告诉大家说，这时候已经开始动工了。好，那就开始盖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一段时间就
一层一层的这样盖起来，每一次去心里面都是很兴奋的，看到这个礼拜堂这样子哈，一层一层的盖起来啊。那因为牧师没有那个工程的安全帽，所以我就戴我的摩托车、机车的安全帽啊，那他也可以哈，他也可以，我就戴上去这样子啊。好，那每次去都很兴奋。那我要告诉大家，有2个比我还要兴奋的，给你们猜是谁？长老、建筑师还是谁？好，我告诉大家，好会有这2个，他们是我的女儿。那我们家只有2顶安全帽，机车，所以就给他们戴。我就跟柏志牧师一样，我有在骑脚踏车，所以我就戴我脚踏车的安全帽，一样是可以上去。好，那为什么我说他们比我还要兴奋？因为他们说，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跟我们睡在一起，因为教会只有1间房间，牧师馆只有1间房间，所以我们的女儿跟我们睡了18年，我们就4个人就睡在一个房间，所以我们的感情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这样子。那他都很兴奋，然后就这样继续盖，这时候已经盖到楼顶了，好，那这个是已经盖好了，但是鹰架还没有拆，那我说过只要一个阶段我就会去照，这张怎么没有看到我？没有，应该是另外一張。OK， 好，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3月5日，我们举行一个新界礼拜堂的十字架树立感恩礼拜，然后做完礼拜的这一个时刻里面，我们就看见十字架就吊上去了，然后就树立在这个建筑物最上方。这时刻，哇，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是一个宣告，在宣告说这个建筑物已经在这一个地方要成为神的殿，要在这里让人能够来敬拜、来祷告、来赞美，也能够来传福音。所以当下是真的是无法形容那种感动哦，牧师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动、兴奋。好，那我们看这个是晚上的时候，那上面那个十字架非常的亮，我不知道它是几瓦哈，亮到什么样呢？亮到我们被后面的一栋大楼抗议，说太亮了，我们没有办法睡觉，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大概是9点还是9点半，我们就关掉了就关掉，包括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一支，这是已经，我先让大家看下一支这一支。这晚上的时候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显眼，所以你在很远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好，那刚才看到的这个是已经盖好了，刚才更之前看那个是还没有盖的时候，现在已经盖好了，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黄色，对，他那个要上那个。他是用那个洗石 C9我不知道华语怎么说洗石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C9了哈，所以他那个9他那个颜色挑得太暗了，太淡了，所以那个颜色没有很凸显。但是你如果现场看的话，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的礼拜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大竹，如果我们要去大园，我们不要上高速公路，我们就走这个台110线吧，好像是110线，你就经过大竹，那经过大竹一定要弯来看一下这个礼拜堂，那你就看到你也是一个见证者，说哇，感谢神在这里建造他的这个教会，他的圣殿，好，那。神的带领都是丰盛的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需要上面，神都供应。那这是我们在北一区的这个受难日联合礼拜，那这个区长就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安排在大竹
那我说非常欢迎，所以那个受难日的时候就是在大主那我们当中也许有人有去一起敬拜了好，那这是那个场景那这个是我们的讲台从上面照下去的讲台好，那大主这个地方牧师去查这个资料大概是41000人。那以基督徒而言，比例而言，5%来讲，大概有2000人基督徒。以长老教会1% 来讲，大概是400人。可是这400人大部分都是去，比如说去南崁、去桃园或是去其他地方但是我们希望还有一些他们没有去其他教会的人，他们没有去礼拜了，没有去敬拜的，能够因为看到这个礼拜堂在这里建这个树立在那里，然后愿意来，所以我们2月25号开始使用，到现在已经2个月，已经来了5个新的肢体，就是说他之前都没有去教会的，他因为看到这个礼拜堂之后，他来到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预备，神的预备。好，那这个比较现实的部分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总经费大概是5000万那我们今天的奉献袋是写4500万，那是10年前的。那因为有在追加所以是5000万。那我们到上个月大概有1300多万所以我们还有不足的部分，还有一段这个落差了但我们相信神会供应那我们整个这个主堂的设计大概可以做到230个如果做满一点的话，可以到250个那这是这一个主堂的部分总共是5层楼5层楼。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8月25，牧师也在这里邀请我们就是8月25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个时间腾出来，一起来到大主教会来一起来见证，说陈牧师讲的那个教会真的存在吗？你来了就知道。是真的长得这样吗？你来了就知道所以期盼大家能够一起来然后带来神的祝福带来神的祝福。那非常的谢谢神让我能够来在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也能够一起来分享大主教会这个建堂的这些讯息那牧师在结束之前，我还是要问同样的问题，不论上主要带领你去哪里，刚才是刚才的回答，现在是现在的回答。不论神要带你去哪里，你都甘愿让上主带领吗？你愿意顺服的，请举手。哇，感谢神！好，神对你们已经举手了神对你的呼召，不要质疑，不要因为那里是旷野，不要因为那里是在开拓，不要因为那里是可能是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或是一个也许你不是那么的喜爱的事工。当神呼召你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考验你如何跟随主。如果你愿意，神要带领你跟牧师的经历一样，跟腓利的经历一样，会经历丰盛的上主。好，我们可以经历在这个行列里面。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甘愿让上主带领。愿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让上主来带领？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里面，我们接受这样的呼召，回应神，经历丰盛的行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能够经历丰盛生命的机会，因为我们认识了你，就像腓利一样，他将他的生命摆上，他不论到哪里，他都愿意让神来呼召他到神你所要他去的地方。我们看见他就因着顺服，没有任何的质疑，就经历了神丰盛的带领。我们看见这个带领过程当中，神有非常清楚的指示，神也有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掌权，神更将那预备丰富的生命一切要让他去经历。主，我们渴慕像腓利一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我们愿意甘愿让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经历像腓利一样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求神你使用我们在各个地方，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工作，在教会当中，我们都能够，因为我们愿意让神来带领，去经历那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我们愿意加入在这个丰盛的行列里面。求神你使用我们，呼召我们，也赐福于我们。谢谢主，我们愿意回应。求神你继续带领。谢谢你，祷告靠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每当我软弱地方，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只声呼唤，来到你宝座前，你是如此温柔，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显明，你炼净我生命。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灵。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灵。主耶稣，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主，是的，我们要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无论前方是否是荒废之地，主，我们要勇敢往前行，因为主你呼召我们，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主耶稣，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灵。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灵。我们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主来赐福。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生命是得何等的可贵，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被赎回，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来跟随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上，愿神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当成活祭，在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让神你来差遣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上主的同在，愿圣灵的扶持与帮助，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天要敞开，神的道，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现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愿上帝祝福。好，各位，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请坐，然后默祷散会。